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讲到特殊的时间，他讲人体的上头系乜个呀？系睇我哋喺操场上面做上脚，还是帮我哋喺功课做上脚呢？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係我哋美濃國中嘅鍾淑英先生，而係佢本人貴屬尊敬嘅先生，啊同時伊嘛係美中時代嘅一個導演咯。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淑英先生嚟到現場。淑英先生好。阿咪主持人吼，大家好，我係鍾淑英，來自美濃。淑英先生吼，第講其實也幾年啦吼，美中時代啊，係睇緊人哋建學咯，一個。我哋講一個劇場啦，嗬。當你不同我哋啲觀眾朋友講一下講，美中時代係做一啲樣嘅戲劇咯。其實美中時代咧，講戲劇嘛，嗰種主要係我哋先人哋教乜嘅咯，教美濃嘅文化。美濃嘅文化。係，都從演一家身行去教，呀爸爸媽媽、阿公阿媽以前經過嘅文化，美濃客家人嘅文化。因為今年現在嘅學生啊，吼根本有啲嗰度唔知嘅啊。所以談到白人，人會講阿咪哦，老師佢行嘅詩意嘅人講嘅，佢有語佢講。談到財他嘅都搞到嗰度詩意嘅事情。啊，其實白人唔係嘅，吼白人行喺前啲我哋做乜嘅？我哋前啲。做好事啊，槍神啊，全部都要財他啊。所以人哋咁速度嚟講，我哋想講阿咪哦，用生意人嚟講咯，那我們可是給他咯，因為。真的是要感謝客委會，因為按多年來有講啊，去辦那個客家嘅嗰度發通嘅競賽啊，生意人都聽啲小學開始嚇有接觸，咁嗰多幾種嘅嘅下，我談係，因為可能講我講我冇去推行，也係冇去做人做得去嘅，啊唔過要最大嘅問題係個幾種生有升學嘅壓力。因為想講要讀書，我去跳舞唱歌嘅，特別我去演。因為講要花嗰度時間，也冇讀書到，家長嘛要去溝通，所以我哋家下都講說，我哋嚟教啊，用教都教出美中時代來啊。佢等於如果我哋其他小學嘅話，對我哋客家文化是我哋會有專門嘅科目，冇專門嘅時間要學習嘛，嗬。但是要學習嘅時間多，我哋呢中學時間、國中嘅時間，你開始因為要升學啊，然後要學讀嘅科目嘛，夠多嘅。嗰時變成以前我哋慢些時間，我哋教叫做客家文化教育啦，我哋講鄉土教育啦，叫做可能都談起嘅。但是變成講而家美中時代，都希望我哋喺國中嘅時間，嘛可以把我哋對我哋客家文化認識，用無同樣嘅方法傳承下，嘅意思冇錯嘅。錯冇唔錯，因為都幾種嘅啊，冇乜個所謂嘅講乜個母語課程，根本都冇呀。啊，全部嘅科目呢，全部都是升學主向的。然後所以呢，其實哈，我哋。個遺憾嘅問題都係樣噶，今年生意咧，我講一講下有冇，如果講唔少講，所以我哋都想講咁樣咯。尤其係自家喺行業嗬，係寫到我哋教起來嗬，我哋講哦，今年唔少你講，咁樣嘅咯。所以我哋講，冇我哋嚟教啊，我開始嘅如果我哋嚟教乜嘅，都同人教嘅都啊，人教嘅片片段段，就把他們湊合起來，變成一本劇，一本舞台劇，然後就演出了。我一開始係用我哋嚟教乜嘅，按照教我4年，教我4年，真是都教我4年。因為我哋4年都一樣嘛，嗬。咁一4年嚟講嘅話，當初係用嘅，譬如講，相信第1年嘅時間冇想到可以教4年啦。可是唔記得每一年係用嘅主題嚟教，然後教乜東西咯？第1年，係2016年，係2016年。呀，我猜我哋呢前一年美濃國中嘅前一年被校長哈鄭志生校長，因為伊比較過先到美濃國中啊，我後面嘅人去美濃國中哈，一個因緣技巧是想我多轉去美濃國中，應該好像想到美濃國中畢業嘅啦，各位想講啊，去美濃國中，喺美濃國中嚟，這個都去教童軍啊，校長第1年嘅咯，校長冇講乜嘅，我也冇講啊，我做得做乜嘅係嘛哈。啊，如果你順嘅都過嘅，啊，你看人演題做乜嘅，佢講過，佢其實以前自己教嘅，所以嘛會想講
一个迄阵啊做在做，愈来做安尼。啊，所以有一年个朋友咧，都有安尼有一个讲的欣赏，伊就甲讲，徐老师，来讲连天数打最久啦。哦，我连表演多年咧，吼，我连连续表演多年吼，都各种组的冠军咧。讲毋过在下一样啊，无聊的样啊，唔对用我讲的啦，来天数好啦。讲啊，你想过啊好啊，啊就存生意个啊，我讲嘛，好来，迄个又维持了就是3连霸。那3连霸的时候，今年的高中如果然后来参加安尼个课委会的课语竞赛，好了，语文竞赛。不是语文竞赛，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译文竞赛。说好啊，刚刚讲咯，给总生的呢，又唔好冲过，又唔好我示范的嗰種表演的，然後講嘛嘅朗讀啦，嗰種東西啊，演講喺度嘅。唔係，今天迄上啊吼，講到伊講啊，我哋來講客啊，做嘛嘅，我哋來唱客家歌嘅。演一聽會講，老師唱客家歌，你絕對不要叫我唱客家歌，也不要叫我唱客家舞，要拿斗笠啊，要拿锄頭啊，什麼這些，要拿傘，那個紙傘，好瞎哦，實在是太瞎了。我心裡在想說，差沒？客家人的字體，連一家國語，連一家嘅安尼話又唔會講啊，用啊咯，講安尼講唔會啊，安尼唔會呢，吃口那聲好冇，安尼來吃口那聲，個人又講唔會啊，啊。我就不管他，有好美好上个有冇哈？有好美7、8个好上个就来，演一个跳少女時代舞，那都不用客家歌，也而唱唔唱都唔怕喺地個，你不用演，演可以扭，你講咔，你兩條都扭一個那個8拍哈，這個動作到哪一個動作？我要，他說老師你要幹嘛？我說就是第一段講這一句話的時候，要講一句話，唱一句歌給他哈，你就是那一段舞，就是編上去。啊，怎麼可能？客家舞客家歌編這麼現代的舞，我說對，就是這樣。結果如果呢，員工可以耶，然後就呢，慢慢的想，員工用想的哈，慢慢的想演都吃演，演二跳二跳我就講，你來唱好嗎？你用跳嘞，感覺嗰種冇活力咩哈，你順便的唱，結果演都來唱。然後就從慢慢的就有興趣嘅，然後又好彩哦，好彩我哋咧林生祥老師、林生祥先生哈，以前啦，有比了過細聲音嘅時候，個聲音出嚟幾下裝片，哈 CD 啊，我就先用個 CD 編彈，聽啲個開始唱，人咁我講，要對嗰種就對我哋有唱過，就對我哋冇唱過，咁過唱就嘛個嫌棄，我哋要批我哋一個裝嘅現代舞啊樣啊哈，研究教育嚟個嫌棄，因為嚟高中可能嚟一篇高哈，一篇比賽有成績，今年嚟去唱歌比賽哈，結果得到前1名，演青腔，聲音嚟個腔，從來冇嚟啦，個演個腔啊，演都講，高中都講過，徐老師。我哋來帶聲音咧吼，我哋去美濃偏鄉，我哋帶聲音來去高雄市表演好。我聽到人想講，校長去高雄市表演，去來表演，伊講去文化中心，去文化中心表演啦。過唔過吼，我家想就講，高總，你去表演，像我哋同樂會嚟表演咩？一團主持人都去講話咩？伊講唔想咯。告訴我講唔上咧，我就感覺講錯。迄陣都我去表演吼，我冇呀嚟表演，因為佢都嗰種同樂會嘛，冇特色嘛，係嘛吼。告訴講，剛做定要做，我就跟高總講，我2禮拜時間來上那聲好冇？高總就講，伊講好啊，都安尼開始誒。我過去上1禮拜以後，我就跟高總講，校長可以，我覺得。我小的時候沒有這樣的機會，在偏鄉圖書館哈，許多讀書誒哈，很多俺哋的同學會唱，會彈音樂，乜個都唔會講，俺哋上下出來咧，講啊會死誒，係嘛哈，連唱乜個連那豆芽菜音符都看不懂，所以俺就跟高中講，可以，我們來試試看，連續1個半小時的節目。中間休息10分鐘可以，就按你開始。
故事等于讲，你就是把你以前训练的东西，然后变成把它用一个故事，无论用一个剧情一起串上来，就变成一个本来係一团一团三段的跳舞啦、唱歌，变成一个完整1点半钟的一个剧舞期啦，係咪？對不對？但是問題係，你頭先其實講到一個最重要的東西，你講，你看唔單止講係等嘅鄉土教育團對國小嘅時節會有教，但是到國中嘅時候都聽下嘅。聽你講，其實到國中嘅聲音呢，其實對我哋以前嘅鄉土教育啦，冇到一定本地嘅嗰種風俗文化，會嚟比較。好，其實我哋馬上接觸到我哋韓國的跳舞啦、韓國的歌曲啦、日本的啦，你會發現到我哋以前的嗰種東西，嗰種真係歸落後，歸古板，係歸落古文化，嗰種其實嘅聲音咧一點都唔好玩嘅東西，但是你用一個新的方法，等於講你用韓國人嘅跳舞，用但是搭上我哋自家嘅音樂，變成講你還是可以做你自家最流行嘅嗰種舞譜，但是披上喺我哋客家文化，講下我哋客家人嘅話，然後跳客家人嘅故事，然後變成也係一個我哋講民眾時代一個我哋嘅歌舞劇，嗰個歌舞劇4年嘛一年嘛做4年，嗰4年嘅主題係咪冇同樣咯？係冇相同，每一年嘅主題都冇相同。尤其是體驗嘅哈，都像唔講嘅，可能係我哋以前有教過嘅東西，我哋點點滴滴的給湊起來。當然，底部有冇嘅啊，像我哋有安排講林先祥老師一上台，嗰位我哋有一個橋段，係嘅講到面容有按到蔓延哈，對於我哋嘅文化有其係嘅嗰位用嘅來嘅哈，都咁差異樣嘅，所以有跟林先祥老師呢，又有引他上台了演出，跟我們演出，而且有用到他的音樂，然後表達了我哋面容面嘅成啲很細頭擺都嚟出來。嗰時幾時嘅沈小馬有上一團睇緊表演咗出來啦。錯，嗰時我哋以前學嘅嗰度跳舞啦、唱歌嘅，我哋用一絲絲嘅心思嘛，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幾好看嘅一個歌舞劇哦。休息下哦，等下我哋咪有聽一人、聽3人、聽4人嘅故事嘅內容哦，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我哋今日來賓係我哋美濃國中嘅鍾淑欣先生，同時亦係美濃時代嘅指導先生。想問一下淑欣先生，頭講嘅體驗嘅時節啦，如果我哋用以前我哋學過嘅度唱歌啦、跳舞啦，啲合放來，個體驗唔單止我哋學語嘅要求吧，我哋啲觀眾嘅要求應該會個嚴格嘛，個多嘅吧？我唔錯，因為體驗嘅話呢，都學語有辦一個夏日熱學。都好，我哋去演習，我行去就是美濃國中主力要如果我哋美濃國中一定要參加，我去參加嘅話，我都看到有一個主題哈，他想要復興的，就是我哋客家人特別的一個祭典，很多敬愛主，嘿，今個掃地哈，人有安尼一種儀式哈，今個掃地哈，嗰種。平常我哋美濃還有一個祭典，以下來呢，一下講瀕臨絕種了，所以我冇講我有想法，如果剛才嚟從敬愛主，所以體驗呢，2016年嘅哈，2016年嘅呢，我哋嘅主題就係本名就是敬愛主。你咪同我哋觀眾我們紹介下馬上敬愛主，因為其實一篇東西嗬，敬愛主唔單止係客人能有嗬，其實其他北部客人其實嘛幾多冇敬愛主嘅，同我哋觀眾朋友睇我紹介下馬上敬愛主。敬愛主呢，其實就係顯示一般人嚟講客家人嗰種以父親輩就是為重點哈，母親都用嗰種冇乜嘅話哈，其實呢敬愛主表達出來的哈，其實客家人哈對母親對媽媽嘅樣呢，其實最尊重。譬如講阿咪今日行喺嚟講今日結婚嚟哦，所以呢我哋都會提前前一日，唔像講要結婚咧前一日咧，我哋會準備三牲一條哈，特別阿婆肉，佢太快阿婆肉，都會過來去阿婆嘅鄉，特別前婆太人嘅鄉哈，去拜我哋娘家的祖先，佢講感謝做安好嘅家份另外一個家人哈，讓他的子嗣
可以传递下去，也一个祭典，都客家的安尼字体吼，写来托家给他的祭典，就很多敬畏主。其实也其实我哋談到時，發現講對我哋講其他族群來講法，其實係冇安尼傳統，因為托家一件事情，如也要拍呢嘅事情，其實對我家來講，其實係跟冇關係。或者也要精神留下來吧，其實對其他聲音來講嘛係一個創業嘅一個文化嘅一個傳承嘅吼。錯，冇唔錯個敬現在客家人吼，安尼後生嘅吼，唔掂乜緊度敬畏主。講如果敬畏主吼，如果唔好又個巧喲，拜鬼安布嘅吼，天天要去托家嘅，所以吼經過都冇安尼做嘅。咁唔過我感覺講本身嘅第一個也一個祭典吼，別人第一個意義在哪裡？真是個重要。因為天爺我哋有用到一個，所以呢，每一個鄉親都會想講，咁能天爺唔能做乜嘅呀？所以天爺呢，我哋因為有條件呢敬畏主嘅，佢是結婚嘅，係嘛嗬？要結婚嗰度插頭髮啊嘛。天爺就想講，嫁咗來結婚供子，結婚供子怎啊啦？都嫁過去嘅，就多延伸下去，我哋民族有種鹽呢。以前的經濟來源嘅鹽呢，所以都聽啲爸爸媽媽都講到過，我哋以前哪有像咱咧嗬？佢以前要去種鹽來吞樹啦，都我哋延續下來。都天然都，所以吼鄉親可能以後就講，原去年咧行嘅敬畏主，今年咧錯誒，有損誒。但是又把以前我哋民農嘅經濟作物種鹽咧，好一件事情，俾我聽我哋咧起價地盤。今年把第三年咯，第三年都要起太了哈。因為你看看頭先我哋講，剛剛的民農以前咧90%的經濟的來源呈現出來了。因為根本生意咧，中國民農要按多鹽料，冇按多鹽料，鹽唔低。按我哋嘅食材嘅嚇，一個人都看到滿都是用鹽料，就代表民農多嘅嘛。見鹽嘛，佢冇按多鹽料，好像佢是啲，亦都冇按多種鹽咧，鹽低。原來我哋以前有種鹽咧，見冇種嘅。所以第三年嘅嚇，我哋想講，我哋前一年係咪種嘅順嘅呀？都太嘅。它也都變成鹽，所以我哋感覺現在的鹽經的成法都各種用嘅都同學長姐鹽可以尬舞，然後尬舞完了以後呢，就做做乜呀？回歸到因為鹽自己安尼教給他吼，就想到講，能夠教書嘅，要看電視，要看天咯，做乜個事情又要用現代化嘅吼，冇本上做唔得，阿媽都陪鹽都陪去鄉下。睇嚟嘛嗬，阿媽都講，冇找人去，等我帶人出來了，都教人用認識，我哋以前都講，我哋會用乜嘅呀？用就是那個什麼鴨絲卵胎啊，個希望都用我哋霸王餅一點嗬，去洗衫褲啊，有啲學霸嘅教水啊，都唔是人去講安好啊，又唔是洗衣機，都用，那係搶金餅咧咧，所以第三年我哋都重視比較個現代嘅都跟安尼。這個情形都拉回來，都先以呢現代嘅成法，回顧到以前的成法，研讀師母嘅古來鄉下做得教導，跟民農相同很遠。剛2019年等於是第4年的時間，你就開始搞忙了，因為你的成法嘛講過啊。2019年是係講文化部分啦，還是講乜個部分咯？因為慢慢的過來嘅嚇，先有問，差不多有問到，因為教了3年啦嚇。生意我問到一個先生，做乜嘢我哋民農啊？要按多安尼民農行喺停啲體育來嘅什麼唐山過台灣，咁樣直接都來嘅，因為問到一個問題，我哋講唔呢，咁對嚟來嘅呢，對啲講嘅五六來嘅，咁對人都會想講嚇，用做乜嘅用停啲嘅來，唔係做乜用冇直接都來嘅，用嘅開裝嘅。因為我哋不是講唔行嘅牛埔嘅人，唔下莊人、上莊嘅人、唔竹頭本人，係嘛？唔行嘅那是冇相同個，做乜嘢？本面相同嘅民農，我本來當佢講冇，因為我人哋講嚇，用都莊啦、光興莊啦嚇，就竹頭本嘅是咧係也係福安莊，民農莊，其實伊成莊的年度年推就來年有年，佢是一個開莊冇相同。所以先以你滿到有人哋想講，今日你來講民農嘅開莊嗰啲事，就按你來嘅，
就等于讲，4年做到4年的时间，等于讲每一个东西讲好一遍，最重要的讲，都係美濃很樣嘅開創嘅，美濃現在來嘅，好多人同我講啊，你講嘅娛樂嘛嚇，娛樂嗰邊已經曬過去嘅，可是等於講，第一段生意呢，唔單止去關心我哋客家嘅文化，同時嘛了解我哋美濃嘅歷史。咁像安尼一種，我哋講舞台劇嚇，舞台劇安尼發展嘅話，唔知個本地係音樂欣賞嚇。我其實唔係音樂欣賞。我頭聽我講係童軍欣賞，咁問題我就聽到我講，安尼工作應該係教本我哋音樂欣賞去排練啊，去唱歌，因為大部分都唱歌去跳舞嘅東西，應該係音樂欣賞嘅工作一細條，做埋我本。我哋咧童軍咧欣賞去貓到喏，去貓死啲貓到。有一個前提都講啊，童軍乜個要去做嘛，乜個要去搞，係嘛嚇？如果唱歌呀，搞聲音唱歌乜個要嘅，所以呢，我哋都想講，好啊，我哋聽最起碼、最簡單嘅，唱歌啊，人民農啲聲響欣賞有一首歌嘅講啊，本樣人民農。人哋都常常講阿妹喲，唔來喲，下都睇佢唱，人都勸唱歌，人哋講，嗰前次啊，要對唱嘅嗬，去比賽也一樣嘅，前一年嘅哈，因為後半段的時候，我哋有一個音樂欣賞，新的音樂欣賞，因為哈，我們要合唱，唱到後半段分部嘛，哈，那分部呢，我當然沒真正的音樂老師，所以我都會講，我退居位吧，就是我需要你的幫忙。如果我需要你的幫忙，你都想想過，也好，那音的部分或者是怎麼分布，你都出來抓那個主要的部分，但大部分的那個什麼其他哈，都愛先行，愛先可能搞聲音先會衝音的調整衝會，他來幫我調聲部，然後慢慢的我又去影響，就是要因為佢自己啊做完的道具哦，弄我自己做啊，我自己去拼拼貼貼。然後呢，美術老師看到我就跟美術老師講：你真的跟他做嗎？佢冇，佢就講好啊，做一看到說慢慢的有影響力，有入來誒，所以我就變成一個團體，一個 team 哈，就是從很多的後製的舞台有人幫忙，然後到前面有各個不一樣的老師來幫忙，像我們舞台劇上來了要表演了，是不是有控音控樂？所以我的音樂老師就坐在前面就是控樂的，然後其他的表演的部分呢都來去管理，然後我的背景就我的美術老師來負責。但是我的每班都是我的劇本出來，我都會先跟我的美術老師商量，我這一句這一幕我需要是什麼場景，都可是去同佢想辦法。甚至於我的老師哈，也可以崇尚自然，所以我的兩年下半段我哋會去多主題。讀書嚟做我哋嘅背景，就安尼慢慢嚟教講慢慢係會讓上個多年會慢慢地會聽書。對你來講嘅話，你看一開始你知嘛係等於講，你講無心插柳柳成蔭啦。你一開始你講學嘅也會唱歌嘅嚇，跳舞嘅嚇，佢哋合夥來喎，合夥來得獎嘅以後，用我哋喺咩來我哋咧睇舞台來表演，叫一表演都死嘅。咁對你來講嘅話，而家壓力太冇。咁冇壓力天然嘅啦。因為做乜嘅唔吸本起來係嘛嚇，唔可以請背景音樂係嘛嚇。然後呢，乜嘅音樂是適合我哋嘅吸本地方嘅。慢人愛唱，慢人愛跳。先到慢人愛做一個組，樂團行嘅慢人出來，劇團行嘅慢人出來。所以壓力幾乎每擺攏提起上嘅嚇，講一個立法落過來，每擺呢喺陣度講要寫劇本嘅嚇，我都會走圖書館，然後呢，我聽到空下嘢，因為一打客語嚇，用我哋客話打，好講我聽到某個城市嘛，做我自己聽到嚇，都手提電腦 NBU， 我都會拿嘢，我都空一啲嘅講我做個行呢，圖書館安睇我做個行都空一。全部資料，像譬如講，我哋迄位委員呢，要講開莊嗰啲事，一聽我有總唔定人上面講嘅啊，所以我要參考嗰度嘅文史記錄，
然后就一堆，高中哈，郑校长就会让来讲，看到淑云老师提图书馆了哈，然后又按图书馆一个哈，佢上去写论文，写来讲迄啊，讲更加吼，我哋啲同事拢过体谅来，伊人拢会过讲，哎呦，没草油，一开始尽心尽力的写下来期间。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时间哈，我压力都会给他办都写不出来，其实如果读到嗰种问题啦哈，一开始係用教的，但是最尾教出嚟啲名堂來嘅時間，其實壓力都會來哦。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淑英先生同我講，明白寫劇本嗰時就寫聽落嚟鬼態啦吼。我想請問一下吼，像你這個也為我哋嘅美中時代地位全部係用客話來講，佢對其他聲音來講嘅話，也要客話過一下。其實哈，講老實話啦，演過多年唔曉得講。真是嗰度唔知啊！安樣人都想講，沒有研究按曉得講，因為講到嗰種個有台灣吼，嗰古老嘅花，也會講，就是講人哋頭白會講，人哋講花富林嘅花嚟的，所以人哋咧向前嗰好看人哋去表演，都可以演演有更多演心關度啲，嗰後就講，以前講嘅方面，做生意嘅嘛會講咧，我咪花富林咧，因平常時都靠唔會講，安樣嘅，我寫出嚟嘅下咯，也嘛看唔識，全部行嘅。客語字嘛，哈，有嗰度安尼古來語的呢，所以都一句一句教，一句教，演聲音咧就像八哥鳥一樣學鸚鵡，來講乜嘅，演都聽講乜嘅，一句話跟那種表情啦、韻味啦，不到的時候呢，會幫佢雕20次、30次都一樣，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他們就也會看，你會看，老師。我明明就講很好，為什麼你嘛會私底下就會講老師講，跟老師跟人講，我會跟人講，多一個明星，一個明星的成名是這麼的簡單的嗎？甚至一個舞姿，一個步伐，從來都重來，然後一句歌唱不對的，重來，所以就是一點一滴和口音，像講啊，心關度，我閉口音講重來，所以就是達成的習慣，所以你拜講乜嘅也都更快來，可能我會講停，就養成了一個默契，就慢慢來。因為你平常在講話時有些廣告講一些其實蠻可以的，但是你在表演的時間，尤其你在講案台上要按東西提給糖。有些人要閉口音，譬如講我哋捏上音，唔知講冇發音上音嘛，其實大家全部相信呢。佢有啲錄一遍一堂都聽唔得講嘛咯，根本聽唔識。或者就變成講，其實你表演的時間，講法會正確，唔正確，其實係一個嚴重嘅事情。可是睇語言的時間，這個問題一句話一句講。咁對文化嘅部分呢，因為其實你頭講，係大部分嘅人嘅內容都係講嘅美濃在地嘅生活啦、文化啦。咁對文化嘅東西，除非講跳舞地位跳我哋客家嘅，用客家歌嘅跳舞啦，冇得講人從客家嘅歌嘅。咁對於我哋嘅聲音來講嘅話，一樣可以接觸到一個已經冇嘅客家文化咯。講到有一個重要，有嗰種東西講冇嘅嚇。像講啊，以前人行家係咪坐轎嘅會坐船呢？因為講冇可能啦，因為佢係交通冇方便嘛。如果一種頭嗰個種可要河巴，如果坐船嘅所以呢，如果帶人去一個地方去看，像我哋面龍係咪嗰度北宮？北南做北宮北南嘅北宮啦，每一個地方有北宮，一粒石頭也好，一個樹嘅也好個對，尤其像我哋嘅民營公園嘅行會有北宮嘅攝拍起來，全部攝拍起來，佢有唱攝拍起來，用白語唱嘅，過多時間多賺嘅時間都會跟人唱過去，所以我哋都會帶學生嘅呢，正式去養北宮、送北宮，嗰個要教人做班呢，13成。
做嘛用三成杀好诶，做班就做好诶，做法班也就全部做好诶。有教员讲三成摆好喏，用来煮菜。如果去现场有像安尼耆老哈，就教员讲哦，摆好有鸡肉啊、猪肉啊，用来做太风西风哦，然后用来客家小炒啊，全部都教员做，佢生意就自家做。然后呢，我去安尼会特别洗衫裤、洗衣衫、洗拍衫，我去酿那个盅诶，吼酿那个鸭丝暖腿啦，叫讲8天啦，要带人去北山，吼要直接去，全部去个开装时面农用的来诶，就听到要带人去听弟弟讲的娱乐，天天诶行过来面农，啊个捞一天，就弟弟辈都会看到嗰度，我哋以前吼开装给他会留下来的历史，也都会证明过，真是黑暗的留下来的，所以也亲身感受到的时候呢，我会时常会跟人讲啊。你走过，你就知道先人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就会改呀个心情表现出来。可是也件事情变成讲，也唔单止係一個衝衝跳跳的節目嘅，其實對我哋講做戲嘅生意來講嘅話，伊等於係一擺文化嘅沉澱，伊沉伊也文化嘅，唔講係哪個主題為主，但是係我哋民眾嘅生活。無你講我哋面農嘅係用嚟曬過來嘅吼，等於你講每一擺主題地位，等於你講伊要重新去體會，重新去認識一塊客家嘅文化，尤其係面農嘅一塊部分。但是我想問下你講，因為更加最傳統係一開始講嘅，我哋幾多嘅鄉土教育多嘅國種，然後你因為講第一學嘅東西幾多，第二愛考試愛升學，咁對於到生人來講嘅話。伊嘛愛考試愛升學㗎，唔能用喺屯牙家中講，我花很多時間去做一件事情，然後因為可能我當到你的補習的時間啊，當到你的那種讀書的時間。講到一個重要哈，因為我哋結種嘅啦，冇辦法我從小學嘅下係要綜合課做得來哈，音樂課做得來哈，冇。咁講嘅好講有2節社團課，一禮拜有2節社團課，我哋會利用社團課嘅下哈先教練。然後片片段段的一個每禮拜一個社團課，個天年咯行個走順頭同動主頭，咁個走順頭同動主頭所以冇嘅下哈，有時就走順頭行個考試，所以都停，所以各位都會利用差不多嘅時間，會利用寒假暑假，所以片段的時間湊成的一個整塊啊，一條學生呢哈，因為天年的關係，天年的表演。學長姐的表演，畢業看到，原來是這樣子的，可以有一種榮譽感，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所以家長也很支持了。然後過來演這個嘛，咁樣講，演參加一個團體哈，係演了一個榮譽，所以因為演這個我請時間，係我冇練的啦，也會講老師怎麼又冇練的啦，也會變成一個，我想講以這裡呢得到他們的一個正向的活動，唔會講啊，不時都留下來啲搞天咯啦，還做乜嘅那個，就變成一個正向的活動。那我哋講像今哈多元學習嘛，尤其是108課綱的時候，真的是我們走這樣是走對的。他們不但就像阿明明講嘅哈，人要學習到我哋自己文化，我哋自己母語呢，人要會嘅，他們面對我們偏鄉來講。他們這樣的表演呢，更增強了他們自己的自信心。還有，我不是會看到哈，你4年就等於5年咧，因為先畢業嘅哈，跟最大no今年咧考大學高3咧，我下班都會去高中嘅哈，會看演哈，演幾乎我哋團體出來嘅生意人哈，都體驗好講，作為一個領導者，他們可以很自信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咁我講呀，看起來我就講過，很有成就感。喺當初冇想到嘅一種結果啦，對，因為等於你講，這個寫生意團隊一件事情行過來嘅時間，佢如果有一個自信講，我可以做一件事情。聽你講，如果因為這個係一個行業一件事情。係你幾驕傲嘅事情，係，唔好感覺到像有時候人講我哋客外面唔敢講客話，冇得講客話係幾 low 嘅事情嚇，冇得講客話係幾神父嘅事情。但是，
經過也都訓練的聲音來講的話，伊能提供其實客家人的文化同我哋闽南的神法地位，其實係一個可以講出去的事情，係一個可以陪他人講分享過。其實我哋闽南啊，都有得按豐富的歷史，我哋客家話、客家文化地位都有按特別的一個文化的地位。冇錯，尤其響香港嚟下班到出去嘅，由於藝人嗬，今日條聲音嚟，對人聲音嚟嘛，我帶人去錄音。同佢哋錄音啊，咁一般嘢嗬，同佢哋當社群上都第一天言第天言就第一嘛嗬，天言講啊，就講同老師打招呼嗬，就要唱客家歡迎歌，所以咧，每邊人看到哦，閩南嘅種咧嗬，閩南嘅種咧要來唱客家歌，因為客家歡迎歌，都從來唱得冇人頭，就人生上一下哈，就講阿妹喲，來喲，歡迎。過來了，係，就是啊，嗰個歡迎過來了，其實伊都安尼一團，嗰人唱哦，人明白看到闽南嗰種美中時代都人來在唱歌誒，嗰人都個唱，人都認為講，俺哋會唱歌啦，全部也很好聽，人講哦，客家歌其實也很好聽啦，對，所以俺哋有出就跟盛祥老師演哈，就高雄市客委會有出的三張專輯，我俺哋自家聲音嚟寫歌詞。然後是盛祥老師啊、子軒老師啊，他們來幫我們 Lisa 他們來幫我們譜曲的。然後我們也都是大量的運用這3張專輯裡面的歌呢，是變成我們的，按個人去盡量的展現，這樣子。啊，就你真係而家已經做吸引人的一種民眾時代嘅話，你係話未來呢？對未來有乜嘅期望冇？如果有乜嘅想法？其實我哋有計劃，今年的9月的有這個。5次來登上舞台了哈，也在醞釀了，也開始在訓練了。容我保密一下，繼續發展下一個不關一個幽默哈。當初會講的美中時代其實是一個美中的 style， 我們美濃國中的美濃國中的 style 就堅持，我哋堅持嘛，跟住堅持着我哋一定用客話講。然後我覺得把剛剛的呢這個自己的母語、自己的文化保存下來，然後傳遞下去，這是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事情。也希望我們的後生人繼續下去，可以喜歡我們自己的文化。其實對於我哋闽中時代故事裡邊，我都發現到講，其實文化傳承吼冇乜嘅落伍嘅問題，可能要用乜嘅方法去幫我哋文化啲接發上來。其實今日各位感謝我哋嘅小文先生來讓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我哋闽中時代嘅故事。感謝你，也感謝各位大家，希望有機會啊來我哋闽南了，來看我哋嘅表演哦。休息一下哦，等下聽我哋先生來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嚟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我係永軒，唔能今日運動嘅嗎？好，請放起來，同先生同下來運動哦。今日我教大家係拉丁有氧，也動作呢，也舞蹈呢，加幾腳。聽到嘅人唔怕，慢慢嚟，相信自家可以做得到。能準備好嗎？請放起來，同先生同下做運動嘅哦。好，來讓步哦，來做一個暖身哦。好，慢慢的感受我的腰誒。好，放鬆，不用鬆來，你身體不用鬆。你腳慢慢的打開來，合好來。開。好，加鬆緊條，緊條甩人，兩隻。前面發人，
拜拜，第二对。前面。Gắn theo tí. Nét cặp bẹo sông sôi tí. Cả sông su tua. Gắn theo tất ngay, chuyển theo. Chuyển lên sông sôi tí. Chú ý không phải sòng hạ ngã con động cái gắn theo hay. Đi chuyển nhé. Chuyển theo. Su tu bún ngay. Bấm xuống khi khi. Hiểu khi. Khi khi. Hiểu khi. chủ运动的哦。V 字形。前面，腰背。假装唔嘅數。上，下。速度不快，連sống thôi á，加油啊！anh cả thúng cho lại á. Vì con đâu ai cả mà hay mơ. Chọc tâm suy hi. Nói đây dạng thế này. Xu thế nghe kiểu nào hơn. Nói đây dạng thế này. Anh nghe thuần phu. Nói đây dạng thế này. Cả sống rồi á. Chuẩn thi khởi sự. Dạng thế này lâu đi không phải không? Để tiếng nghe. Ông ơi em ơi. Cả yêu á. Chuẩn bị再拜来一2 3 4 tiếng ấy. Hạ pin部。侧身哦。正面。侧正量诶。正面量诶。下边。cả sống su bắt dành. Sẽ khơi phải哦。1 2 2诶。正身。khi ấy thông dọc cả sóng rồi đó. Chuẩn thi khởi sự. Tiếng ấy正面。嘿嘿，缓和一下。重调哦。可是来。正面。好。cả song thúc tục mang vô. Cha cha.正面。cha cha cha.
分解动作，恰恰，很爽的哟。好，加上个抖肩，是可能性哦。加上抖肩，你恰恰，恰恰，好不好吗？啊，从头开始。老两拳，卡并，正面，慢步恰恰，啊，整体摆来，两拳呢？慢步恰恰。嘻嘻，小嘻，来做一个肌耐力的训练。好，深蹲，圆背，胸耸，旋转，弯曲延展。好，做一个弓箭步。弓箭步，准备乱片咯。好，过来，好，加上个调位。嘻嘻啊，人家从头哦，我都吃蛋糕诶，从头开始哦。准备好了吗？准备开始。慢步恰恰，过来，再摆来，慢步恰恰，加上动作。起，跳起，好，那是不来哦。来，我们来做手背，让你的曲线好深层感够坑哦。打松弓箭步。按照头的动作，然后再呼吸一下哦。准备开始，来。正面，慢步恰恰。嘻嘻，你的动作好不好嘛？好不好哈？你要臀前上通下来做运动哦，身体还有那整层哦，对那个好哦。
好好运动，还能下次再会了。